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Raymond， 今年40歲，係從事簽證行業嘅，我係馬來西亞人。之前我係有尿酸嘅困擾啦。之前呢個尿酸好奇怪啊，係我由細個嘅時候20歲就開始好似嗰啲老人家嘅尿酸好高啊，比較偏高。所以一開始佢一發作嘅時候啊，佢真係好痛啊，痛到真係行唔到路嗰種咧。我需要食嗰啲醫生開俾我嘅嗰啲painkiller， 指定一啲診所而放出嚟俾我去食嘅。我真係行唔到路啊，第二日就會腫咯，之後佢會總之佢真係行唔到路啦，尤其是係我嘅腳呢個位，之後我膝頭哥呢個位咯。當我飲咗 Blue Eye 咗之後咧，哇真係好神奇啊！而家我冇戒口啊，我腳都唔會痛。呢個 Blue Eye 真係好勁，因為我嘅尿酸係好明顯係降咗咯。第一方面，第一我又冇戒口，我嗰啲紅肉啊、酒啊照飲，因為我本身我比較多應酬嘅。第二個話咧就係我膽固醇啦，我膽固醇嗰方面就比較高，所以而家都已經降低咗咯。試咗先咯，因為好多嘢你未試啊，你真係唔知嗰個效果嘅。俾自己健康多一次機會咯。Blue Eye